我不讲那个。好了，我不讲是。嘛你现在在五级嘛，家不拉都了是吧？那肯定活不的。那嘛你啊，俺的太干了那，还不把那嘛子啊？这不把哎。那这。他很难来这个家，他妈了，他没来这个家。老公啊，在那个地方，嘛你拿来。我撸呢，我拿来，我写了。来，说不是。我来救你。他这是这样说的，他是这样的。你做嘛你啊嘛就没来的不拿来的嘛你啊带嘛个。那去，那就说不去了。我不去了，俺妈来去了。还是干我不想我跑到过。俺这个人家这样子不嘞？我不想，我跑到过来一遍。跟他背呀，我就说，来背面。现在俺别在那里了。妈，你都没听见？我不在，你看我谁？别去啊！搞的不听，别去好哟，别去谁？他就爱搞。我大哥在说的乱干起来，我录了我。要说你乱自己。别住下来，妈有的不嘛，你这是来游戏这是。